因為有明治維新，日本就走上咗現代化嘅強國之路。咁至於共有3個型號嘅全新跑鞋系列 Hyperwalk， 又可唔可以成為 Mizuno Running 嘅維新三傑呢？咁之前我哋就介紹過啦，美津濃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跑鞋系列 Hyperwalk。咁喺3個鞋款當中咧，我哋今次先為大家送上 Hyperwalk Pro 嘅實測報告。如果就咁睇官方數據啦，咁 Hyperwalk Pro 咧就係3款裏邊嘅入門版本嚟啦，應該。咁我當初都以為應該好易駕馭啦，係人人都啱着嘅 Daily Trainer 啦。咁但係喺第一次嘅2K Tempo 咧，我已經發覺錯咗啦。咁同埋我總共試咗就232公里啦。咁我就會都幾肯定 Hyperwalk Pro 就唔係一對 Daily Trainer 嚟嘅，反而係一款都幾有脾氣嘅Super Trainer。嗱，今次實測啦，就試過 Tempo 啦，試過 Interval 啦，又試過長課啦，距離咧就由100米到22公里不等啦。咁我感受最深刻嘅地方就係佢又快又穩啊。雖然中底嘅上下層咧都係 TPEE 就唔係 P-Bar， 咁個緩震同埋回彈幅度咧，實在就冇 P-Bar 咁劇烈嘅。咁但係其實個效果都算係好明顯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其實同其他採用 P-Bar 嘅 Super Trainer 鞋款嚟講咧，相差唔係好遠嘅啫。嗱，最特別就係咧，佢個 drop 咧就只有5.5 mm 嘅啫。咁比起其他嘅 Super Trainer， 即係隨便都8 mm、10 mm 咧，就薄得多啦，個重心亦都低得多啦。而且佢嘅重量咧就只有200 gram 嘅啫。咁喺 Super Trainer 嚟講咧，都算係數一數二嘅輕功代表。所以你落地嘅時候嗰個反應咧係分外直接嘅。加埋啦，前後翹起嗰個中底嘅船底型嗰個輪廓咧，咁好明顯就參考咗同門嘅 Rebellion Pro 系列，咁發揮到一定程度嘅 Walker Effect 嘅。咁我認為咧，着呢個 Hyperwalk Pro 咧，你個 pacing 如果可以保持喺515甚至乎更快咧，咁就可以將呢對鞋咧真正完全進入狀態。否則如果慢過呢個 pacing 嘅話咧，咁可能你個感覺就係會 feel 到佢好輕咯，好穩定咯，但係未算真正發揮到佢嘅真正實力啦。咁 Hyperwalk Pro 唔只有速度感啦，佢嘅穩定性仲好高添。咁可以好明顯睇到咧，佢中底嗰啲物料咧係向外邊咧撐晒出嚟嘅，咁令到你落地嘅時候咧，個中底咧就更加容易吸收分散咗啲壓力佢啦。至於內藏嗰塊波浪形嘅 Wave 底板咧，佢係以尼龍為主，就加入碳纖成分嘅。咁嗱，平心而論咧，佢就冇純碳纖底板嗰種咁主攻型嘅前推威力嘅。咁但係咧就可以令跑手好舒服咁 feel 到腳踏實地啦，可以發揮到防守型嘅穩定作用。尤其是佢個腳弓位置啦，無論內外側咧都有橫向延伸嘅部分嘅。咁就以我自己為例啦，我就係一個扁平足嘅跑手啦。咁呢對鞋我都試過4次22公里嘅長課嘅。咁着完咧都唔會話腳得個腳弓位咧會痛啊，會攰嘅。咁美津濃新增嘅 Hyperwalk 系列啦，就係銳意樹立品牌最高階嘅跑鞋形象。咁舉個例子啦，就好似 Porsche 最多人識嘅911系列啦。咁即使係入門型號嘅911 Carrera， 咁佢嘅威力咁同佢嘅同系師兄 Carrera S 同埋 Carrera GTS 咧係有明顯差距嘅。但係呢部入門版個馬力都有388匹喎。咁你冇理由唔當佢係 Supercar， 你冇理由仲當佢係一部普通房車啩。咁呢個比喻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明嘅。咁講到呢度咧，我就有需要修正我對 Hyperwalk Pro 嘅評價啦。咁佢當然 Tempo 長課都可以應付自如啦，甚至乎就話臨比賽前一啲長距離高強度嘅練習咧都好在行嘅。咁我甚至乎就覺得，如果跑手你嘅全馬目標時間係定喺330至10科之內咧，佢絕對係可以作為你嘅比賽鞋，做到戰訓合一。
不過又要實話實說喎，我自己咧就覺得佢個短途表現咧就稍為失色嘅。咁我就試過100米啦、200米啦、400米嘅衝刺跑啦，都好似爭啲爆發力嘅，反而就配置咗全掌式碳纖底板啦，而且個中底混合咗 PIBA 嘅 HyperWalk Elite 咧，個表現就截然不同啦。咁稍後咧，港鞋都會補翻同系嘅 Elite 同埋 Pure 兩款型號嘅實測報告俾大家嘅，仲會補翻成個 HyperWalk 系列3個鞋款佢哋嘅鞋身啊、鞋籠啊同埋外底嘅設計特色。咁到時請大家留意啦。咁要提大家啦，成個 HyperWalk 系列啦，咁個鞋圈咧都係偏窄嘅，無論 Pro 啊、Elite 或者 Pure 都係。咁所以大家試鞋嘅時候咧，記住就要試大半號啦。